纪录片3位主角莫永松、卢静之、汪明辉，这3位拢是伫咧关庙相当有名的竹编艺师。莫永松老师上介厉害是日本式的编法，卢静之老师将竹编品精致化，汪明辉老师上介厉害是宋钢钉所用的竹编工具。即摆透过纪录片长编竹网，互较侪人会当看到因高超的技术，也互副市长相当感佩。从艺术的一个坚持跟传承里面，我们可以了解艺术家对这个艺术的喜爱，对整个一个土地的喜爱，对这个整个一个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这一点我对艺术家呢，基本上都是非常的钦佩因为你们当时在那个时代里面要学习这种东西，有可能很崩的摩托堂而架。那所以我们从这3个艺术家，从卢老师、吕莫老师跟翁老师身躯顶悬，咱看得到恁的这个坚持啦有可能当时咧做的时是无奈处理的善价，但是我想到尾呢，恁一点一滴呢，用恁的精神灌注这顶悬，会当讲替咱规个这个城市，替咱规个国家呢，传了真好的这个技术啦。今年拄啊真好拄啊今年拄啊麻烦3位拢开始咧做传习的工作，虽然拢是主语。但是3位老师各有所专，因的做法因的专长其实是拢无同款的，所以咱今年都特别请因3位开始做传习的工作。那在传习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有机会去做这些影像的记录，而是这技术的记录，透过教学生的过程当中去记录，会当记录更加完整就对了吼。卢静之老师现场代表3位大师弟子，讲起家己的竹编品得到侪奖项，表示相当骄傲。县市的走透透，所比赛啦、得奖啦，得到足侪奖，即摆甲奖牌，无讲白菜咧，我即摆1楼甲2楼的楼梯骹，规个拢是奖杯奖状，甜，佫摆袂了。佫再用对图起嚟安尼，足济得奖无数，那个奖得奖无数对啦。3位竹编大师学习技艺的过程、人生故事、竹编技法等等，拢伫这部长编竹网纪录片当中呈现，也完整保存了竹编艺术这项无形的文化资产。等你新闻之后采访报道。